地动了后，一寡山区的露营场地安全性嘛受到关心。宜兰道民意代表呼吁讲，县政府应该爱针对非法的露营场地来展开稽查处罚。县政府嘛强调讲，下半年开始卡出报告了后，就来加强稽查。 来到露营场会当看到南洋宾馆吸引真侪游客来食，不过发现大地动了后，伫山区的露营场安全性引起外界的重视。依然有民代呼吁讲，县政府不应该以辅导为主，煞无遐积极采罚非法的露营场，应该爱加稽查甲开发。这个我想，安全为原则这件事情就必须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，再而三的补建啊，然后可能改善，这部分都会对于民众使用油气的这个部分的安全。 其实，在公部门就表示他没有办法很严谨的把关。行政院修订露营场管理要点了后，开放一定面积的林业甲农牧用地，申请设露营场，不过用地爱合法。地属部分业者爱申请露营登记，爱拆掉土地上的设施，爱开真侪钱，会让他裹足不前。我已经都配合我们县府的政策、中央政策已经提出申请了，但是他现在面临到另外一个难度，就是现有的设施该怎么办？ 露营业者表示，徛伫保障消费者立场，当然希望提供合法安全的区域。不过，现有设施要拆，互真侪业者真丢毒。也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到4名的辅导跟稽查的人力，所以我们在议会通过了相关的预算之后，我们人力到位。我们从下半年开始，我们也会针对这46家还没有提出申请的露营场的业者，加强稽查的力道。根据县府统计，宜兰县142间露营场，敢若23间完成合法的登记，68间已经提出申请，46间还未提出。县府表示，希望业者依法提出申请，若无若互稽查到违规设施，会依照区域计划法罚6万到30万。已经向县公署争取经费，下半年稽查甲辅导的人力若到位，会针对还未提出申请的业者加强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